工人不斷喺北京人際山莊嘅天台出出入入，拆除空中花園嘅葡萄架以及停台樓閣等建築物。拆卸工序會分階段進行，稍後會將假石山鋸開拆走。海定區嘅城管人員一直在場監工。有住戶話拆卸咗僭建樓層，唔再威脅樓宇結構，可以住得安心啲。但亦有人批評當局欠缺監管，質疑當初有人包庇業主，先至冇叫停擴建工程。樓高26層嘅人際山莊日前被揭發，自07年起喺天台大規模僭建，由原來嘅1000平方尺樓面面積擴建到將近1萬平方尺。長年裝修製造噪音同漏水，屋主又經常開派對，滋擾鄰居。業主張必清就事件向鄰居道歉，聲稱原本只係想加建葡萄架同埋假山，用嚟遮擋陽光，冇心僭建到咁巨型。又話會配合當局盡快拆除僭建物。執法部門已經限令15日內完成拆除僭建物，否則啟動強拆程序。59歲嘅張必清做過北京市平谷區政協委員，宣稱通曉針灸醫術，創始奇經療法，開辦奇經堂，專門幫人醫病。有傳媒踢爆張必清並冇任何醫學專業資格，北京朝陽工商分局介入調查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學文報道。